最關鍵嘅武器就係火烈鳥導彈嗱，因為咧佢哋喺今年嘅8月份咧就公開亮相，就話我哋成功研發咗啦。咁點解咁犀利呢？佢話佢呢個火烈鳥導彈係目前烏克蘭最成功嘅導彈，介紹佢嘅呢個射程啊，可以去到3000公里，比海王星多3倍。而彈頭嘅重量咧係大約係1150公斤。嗱，咁啊喺呢個被佔領嘅克里米亞，多個俄軍設施咧遭到精準嘅打擊，包括佢哋嘅海洋石油終端，呢個叫做儲油嘅設施、直升機嘅停放點，同埋位於咧基洛夫斯克機場嘅無人機儲存點啊。好啦，咁啊烏軍咧同時打擊咗呢個叫做葉夫帕托呂亞咁啊附近一個咧防空嘅雷達站。嗱，咁啊至於咧呢個扎波羅熱嘅被佔領區，烏軍亦都攻擊咗呢個貝爾江斯克一帶嘅油庫，同埋咧俄軍第5集團軍同埋第127摩托化步兵師嘅前線指揮所。